啊，我先撤。太好了，你了，来，在一起。哎，对，因为这个两个地方交叉通过交叉，哎对。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那来到苏州呢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苏州话的吴侬软语。苏州话说：风节雅盘，约了偶日三亩天，赶风日后得水米。狗手人啊，后三日，要不终身打卡手。应该听得懂吧？听得懂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给大家用我们评弹传统的曲调来弹唱这首《枫桥夜泊》。今天我们的乐器也是用的我们评弹里面最传统的两种乐器，最为广泛的。我搭档手上用的这个叫三弦我这个呢叫琵琶，你们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。有些朋友说，哎呀，我知道这个叫二胡。哎呀，我说不是二胡二胡是拉的，我们这个呢是琵琶和三弦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是用蒋玉泉老先生的讲调，对，讲调呢是非常广泛的，也是我们评弹界20几种曲调第一个拿到金唱片奖得主的，所以蒋玉泉的讲调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就先请欣赏这段讲调开篇，《枫桥夜泊》。